明年开始，一年收入62万6千块以下，一口罩4个人收入164万1千块以下，或者是三代人大做伙收入拢总212万4千块以下，拢会当免纳综合所得税。另外，基本生活费会调悬3000块，当照特别扣除额调悬到18万。为了减轻民众负担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宣布，政府会推出减税政策。明年开始，税厝的青年年所得伫咧62万6千块以下，4口罩的家庭年所得164万1千块以下，还佫有三代人大做伙年所得212万4千块以下，拢唔免纳综合所得税。另外，明年开始综合所得税申报，个人基本的生活费嘛会调悬3000块。若以一家伙仔4个人来计算，4个人会当扣除12000块，照有所得税扣税等级来看，会当省600至4800不等。只有一直扣除额一直在增加，那表示你的薪水其实在原地。我们每年还是会觉得，怎么永远快找不起。刚出社会的时候的我可能会比较有感，平常没有那个习惯去 check 说我到底有扣多少，所以其实不太有感觉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顶一日公布2024年家庭收支调查，每一个人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35万5617块，算算的2025年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差不多21万3千块，比前一年度增加3000块，差不多会有超过200万户受惠。上班族来说，如果考量到物价啊，或者生活啊，还有每年通膨持续的增加，其实上班族真的还蛮无感。若减税减负担，当照扣除额经过修法了后，嘛为12万调悬到18万，相信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当下用。对一个长照家庭来讲的话，当然他的一年的开销绝对不只是18万块钱呐，但是政府从12万调到18万，其实也不无小补啦。政府希望明年透过实施减税政策，会当增加民众通好支配的所得。不过，主计总处顶一日才公布7月份物价的变动，食外口的费用起3.48%，厝租起2.33%。减税敢会当让民众真正感受会到，恐惊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